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6月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约伯记38章第1节到11节，提摩太后书第1章8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朽的生命。每一个生命都是无价的，但是生命的际遇以及价值却都大不相同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75蒙召，跟随上帝，遇饥饿就难迁，为了偷生而欺骗，100岁才得到儿子，他蒙福，他得恩。我们有看到的摩西在幼年的时期得救，被埃及的公主认养，他在那里受教，得到训练，后来杀人就逃亡了。在米甸呢，成家，后来受召领军以色列，他抵抗法老王，然后来出埃及，遇到了缺水，还有没有食物，后来也埋怨了上帝，他看到了应许之地，却是无法进入。我们又看到了大卫王，他年幼受膏抹，他仗着主的权柄胜过歌利亚，遇到了扫罗的嫉妒，又遇到儿子的追杀。后来他登基做王，却见色杀人，先知责备，然后他悔罪，建殿受阻，但是他又顺服尽心，预备诚心的交办。我们又看到约伯，他是一位义人，行善求义。后来撒旦来试探他，他就家破人亡。自义的有人来责备，来论断他，造成了约伯迷惘，遍寻无着，怪天怨地。但是上帝就斥责他，在今天的经文约伯记38章这样说道：于是上主从旋风当中向约伯说话，你是谁，竟说无知的话，对我的智慧表示怀疑？你站起来，像一个有勇气的人，你要回答我问你的话。我创造世界时，你在哪里？你若懂得那么多，就尽管说吧。你知道谁规定了它的体积的大小？谁在它的上面系好了准绳？大地的支柱奠立在何物之上？谁为世界安放基石？那一天，黎明的群星一同歌唱，天上的神子们也都欢呼。大海从大地的腹中冲出来的时候，谁关闭了门户，把它止住了呢？是我以云彩掩盖大地，把它包裹在浓雾当中。我为海水定了界限，也安设了门栓。我告诉他，你到此为止，不可越过。你狂妄的
浪涛必须在这里止息。无论是亚伯拉罕、摩西，或是大卫王，或是约伯，都是代表着人性以及人的软弱，也代表着人的基本个性与处置的可能方式。在困境当中容易迷失大方向，并且以自己的情绪来处理事情，这都违背了上帝的旨意。后来也都因为回转向上帝，就再度的成为上帝的宗仆，为主做工。既然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，那么我们如何使自己的生命能够有价值呢？有人这样说了哈，当你发现你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走了，离开了，那就是要让你知道，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离开过。每个生命都会朽坏，每个生命有一天都要结束。但是只有上帝是我们的依靠，他赐下了那个永恒不朽的生命，并且应许与世人同在。基本上，基督徒必须要谦卑自己，将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上帝。这样子，我们的生命价值才会因为上帝的临在而提升。否则，失去的生命也就变成了一文不值了。初代教会的基督徒面对的不只是罗马政府的逼迫，也同时面对了犹太人、法利赛人、经学士以及祭司们的逼迫。除此以外，更要面对犹太人的取笑。英文的 Christian 就是那个 Christ 后面加上 IAN， 这个当时候就是在讲那一群自称基督的跟随者是有取笑的意思。因此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，因此你不要把我们的主作证当作一件羞耻的事，也不要因我为了主的缘故成了囚犯而觉得羞耻。你要按照上帝所赐的力量，为福音分担苦难。上帝拯救我们，呼召我们做他的子民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，而是出于他的旨意和恩典。他在万事以前就借着耶稣基督把这恩典赐给了我们。现在由于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来临而实现了。基督已经毁灭了死亡的权势，更借着福音把不朽的生命彰显了出来。为了这福音，上帝指派我做传道者、使徒和教师，因此我才受这些苦难。但是我仍然满怀确信，因为我知道我所信靠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够保守他所托付我的，直到主再来的日子。成为基督徒并不是可耻的事情，而是非常有价值的。如同保罗所说的，借着福音把不朽的生命价值给彰显了出来。诗篇第8篇这样说道：上主啊，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，颂赞你的声音上达诸天。婴儿和幼童一起歌唱，你建造巩固的堡垒，防备敌人。你阻止了仇敌对你的攻击。
我仰视你亲手创造的天空，观看你橙色的月亮星辰。啊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必朽的人算什么？你竟关怀他。然而你造他仅低于你自己，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华冠，你让他管理所有被造物，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脚下。牛、羊、荒荡的走兽，空中的飞鸟，江河的鱼类，海洋的生物，都归给他管辖。上主，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。诗篇大卫这样说：人算什么？上帝竟然这样看顾我们，因为上帝看我们为宝贵、有价值的。耶稣基督也这样说：为什么要为衣服操心呢？看看野地的百合花怎样生长，它们既不工作，也不缝衣。可是我告诉你们，甚至像所罗门王那样的荣华显赫，他的衣饰也比不上这花一朵的美丽。野地的花草今朝出现，明天枯萎，给扔在火炉里面焚烧。上帝还这样打扮他们，他岂不更是要赐衣服给你们吗？你们的信心太小了。是的，因为上帝看我们为宝贵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有了价值，成了不朽的生命。这就是福音，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感谢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，使我们得救、蒙恩，并领受你呼召与差遣，成为福音的使者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